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中国在今日公布26条对台措施，目标是要吸引台商。政府也批评讲，这是要把台湾升入去一国两制陷阱。刘嘉玲在今日向郭文迪撕掉台北市政顾问的位，有风声讲是市政府内面当日领导。日本世界遗产核山村发生查处火灾意外，好佳在不是遗产建筑群来着火。中国在今日公布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26条措施，允准台商投入5G、民航等等的行业，也强调讲会甲在地企业有同款的待遇。中国伫咧去年就公布31条的惠台政策，到即摆的26条措施，总统府也批评讲，中国只想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甲台湾绑条咧。咱的陆委会也批评讲，中国想要借着这届机会来影响台湾的选举。2020总统大选剩无70天，中国国台办早起雄雄公布所谓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26条措施，参像经济优惠方面，允准台商参与5G产业的技术研发，以及投入中国的民航业，佮有经营主题公园，或者是参与新型金融组织等行业。国台办强调26条措施是落实15条，以及中共第19届市场全会精神，加速和台商佮大陆企业同款的待遇。那5G 的这一块的技术，大陆这边是比较领先的。那台商能够一起来参与跟发展这一块，那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突破。台商认为会当参与中国的5G等产业真有价值，不过总统府批评对中国去年公布的31条惠台政策，到这届的26条，一系列动作只敢想要落实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想要把台湾箍起来。陆委会嘛批评中国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他是要借此框限台湾呢，同时也是伤害到台湾民的实质的利益。中共只是一国两制的再包装，凸显过去31项成果不彰，台湾人民绝对不会买账。学者们认为，对31条包括台商投资、影视产业等优惠的部分，到这届26条，本质上拢是提供台商也是台湾人同款的待遇。不过，中国投资有真悬的风险，中国的惠台动作政治意图更加明显。中美贸易这个大环境之下，其实台商有时候应该是要避之唯恐不及呀！应该能够走的话，很多人都是走为上策。现在的话，你说因为这样子要进去，我认为说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抉择。第26条当中，民间优惠方面，包括台湾人会当伫咧中国驻外使馆走找保护，并且申请旅行证件，买厝会当和中国居民享受同款的待遇。伫咧中国的大学教册也是读册，会当申请公费留学等等。对这种种，外交部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政府对个人行使领事权和中国无关系，无需要嘛未委托中国政府代替行使。记者综合报道。第35届东协峰会甲相关的会议伫咧泰国来举行。美国国务院选伫咧印太商务论坛开幕以前公布报告，批评中国甲台湾霸凌，佮破坏台海现状。伫咧东亚峰会会场边，美国也公布印太透明倡议事实文件，肯定甲台湾的合作。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也伫东协美国高峰会顶头，直接批评中国拢伫咧威胁东协国家。第35届东南亚国家协会高峰会伫泰国曼谷举行，其中东协美国高峰会测试举办。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伫会中强调，美国甲东协想法同款，双方拢尊重主权。不过讲到南海议题，就批评中国恐吓威胁东协国家。Beijing has used intimidation to try to stop ASEAN nations from exploiting their offshore resources. These tactics go against the rules of respect, fairness,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region has no interest in a new imperial era. 奥布莱恩讲，美国会继续协助东协国家保卫主权，也重申对印太地区的保证。第4届印太商务论坛同款伫测试举行。不过，美国讲已选伫论坛开幕之前发布自由开放印太、促进共同愿景报告，批评中国透过军演、限缩国际空间等方式对台湾霸凌，破坏台海现状。
美国会深化甲台湾关系，支持台湾国防有效协助能力。美国车时也伫东亚峰会场边公布印太和平倡议事实文件，肯定甲台湾合作关系。它说明了美方正在积极跟澳洲、日本、纽西兰、南韩跟台湾协调，创造更多合作的机会。外交部对此呢，我们表达我们诚挚的欢迎，我们并将持续的强化台美在印太战略之下的一个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外交部表示，台湾不只伫保卫民主自由最前线，坚定维护自身的民主制度，也乐意伫国际社会贡献所长。政府会继续甲美国等理念同款的国家积极共同合作，落实对印太区域共享愿景。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规模上界大的飞安会议第72届世界飞航高峰会，今年头一摆伫咧台北举行，也因为中国无出席，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讲，这是中国的损失，也强调讲希望台湾对飞安的拍拼会当互世界看到，也会继续来争取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ICAO。有70几档历史的世界飞安高峰会，头一天来台湾举办，伫文化酒店举办3天。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37个国家地区代表，以及300多名飞安专家互相交流飞安的议题。对中国事情抗议，最后无报名参加。交通部长林佳龙讲，无参加是因的损失。中国方面他们没有报名我想这个是不但是一个损失，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国能够从一个更就是这个全球的一个角度来看待飞安，没有参加是相当可惜的，甚至也是可能损人不利己。林佳龙强调，台湾对飞安的拍拼，希望互世界看到，会继续争取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ICAO。虽然现场无中国、香港、澳门官方代表，不过有香港私人的航空业者出席，认为飞安高峰会伫台湾举办，国家会当聚焦东方的观点。我们是一家私人的飞机托管公司，以前通常这个 IASS 的活动通常都会在欧美的国家举行的，那今年第一次是在亚洲地区举行，那我们觉得比较贴合到亚洲地区或者是我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运作的。安国峰会场外早起有桃园市空服管制业工会有北部调抗议。欧盟在设定休息时间的标准的时候，他们规定那个起飞前要休息12个小时起跳，台湾的规定是只有10个小时，而且10个小时这个标准甚至是比台湾劳动基准法的11个小时还要更差的。空服管制业工会呼吁，希望台湾参加飞安高峰会，莫是一场大拜拜，应该彻底检讨民航局制定管理规则来规范航空从业人员，而怎样嘛是对比到欧美国家。交通部是回应，目前法规拢符合世界民航规范，但是若是有疑虑，嘛是会当针对个别航线检讨改进。记者综合报道。自选高雄市长到参选总统，韩国瑜拢是利用政策甲议题炒互咧。蔡英文竞选办公室也提出政策的成果来宣传，要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而且也对韩国瑜讲，卖互政策变作是笑话。另外，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接见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希望医师协会会当继续利用医疗的专业，替台湾做国民外交。北美洲台湾人医生协会当来台湾访问，早起总统蔡英文亲身接见，秘书长陈菊嘛陪伫边啊。蔡总统致辞的时阵讲到，感谢这个台湾医生伫国外斗3工咧看病人，嘛提升台湾甲各国的友好程度。佮讲比起往年，台湾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愈来愈强，台湾甲美国的关系嘛愈来愈好。我们台美举办了第1届的太平洋对话，我们成为全球唯2可以外销芭乐到美国的国家。好，各位是台湾走向世界的重要的力量，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用医疗专业来协助政府促进国民外交。唔那是外交关系强化，蔡政府执政3冬以来，伫台湾推动而且落实的政策，蔡英文竞选办公室嘛翕一支影片叫关心台湾。当然，你的关心也会让你看见我们的不足，但你也会看到反省。这个影片诉求因的执政成绩会公布伫网络，同时阵因搁做大量的宣传海报。为空战到陆战，要以具体成绩争取选民的认同，对抗对手韩国瑜总是咧讲政策议题选择出发。我想这部分的选战的基调，我们会一直走下去，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而做改变了。好，那我同时也呼吁韩国瑜总统候选人，应该要针对他的政策所提出来到底可不可行。那不要说到时候又否认，
就跟他挖石油跟造摩天轮一样嘛，那就变成一个笑话了。蔡总统挑战内容虽然目前伊的民调大部分拢显示伊领先，但是每年的投票率，敢若各方拢暗算会偏低。阮走上坦白讲，如何让支持者会当出来投票真重要。内部嘛有做讨论，因为呼吁更加侪少年人出来投票，民进党赢的可能才会愈悬。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初时去到南投，也伫咧座谈会时阵，有真侪中小企业向韩国瑜反映，讲因碰到移工管理甲人力的问题。韩国瑜也表示讲，若准伊来选调总统，会讨伐相关的政策。不过，互媒体问到移工休闲专区的问题，韩国瑜认为互误解，讲话也随大声起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咧南投南港工业区，甲工商业界开座谈会，面对南投各地内的中小企业业主，上侪人反映的就是移工的人力无够，还佫有一个滞后的政策问题，甲本地外地劳工薪水的问题等等。地区的这些产业去转移到嘛有移工人力中南的业者提出设移工休闲产业专区，通好来解决移工还佫有居民的生活冲突。他们的纠纷在哪里？破坏了周遭邻居地活化然后让会有一个休闲综合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咧回答的时阵表示，未来若是当选，会思考设移工休闲产业专区的可能性。嘛认为针对移工的相关法令应该放宽。嘛对业界建议的大小的人力互相支援表示有创意。外籍移工的一些休闲区，我觉得这可以研究。针对这个外劳适度的开放，包括基层各行各业的需要的时候，我会予以开放。如果我有这个机会的话。不过会后媒体联合访问的时，韩国瑜认为伊对移工休闲专区的想法去用误解，转来想起。如果外籍移工需要一些休闲区，政府可以去思考。麻烦你重复我的讲话，休闲好吗？重复一遍好吗？休闲，你讲一遍好吗？韩国瑜改变伫咧座谈会面顶回复企业主外劳这个词，特别强调讲移工这个名词。伊表示，中小企业对移工的人力需求还有政策放力，伊会搁甲国政顾问团来研究，未来嘛要求驻外大使馆的单位拄单纯的外交工作，搁强化经贸的功能，要甲观光客带入来台湾，甲产品卖向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府发言人黄正营发生和台北市政府顾问刘家仁骗术的事件，在今日透早，刘家仁开嘴向台北市长郭文哲辞掉顾问的位，不过伊也强调讲家己是清白的。郭文哲也表示讲，若准有人有意见，就先离开迄个职务。不过郭文哲会当遮尔紧来同意刘家仁要死的代志，有人认为讲是要甲这阵风波来动点，无就是内部斗争的结果。台北市府顾问刘家仁洪叫去市议会说明烧了的代志，市府嘛答应讲会进行调查，但是代志并无因此就结束。早起刘家仁发布声明，讲伊提出事实，对家己的清白真有信心。最后，佮强调讲伊甲大家同款，等待真相的出现。对刘家仁的事迹，台北市长郭文哲是点头同意。既然有人有意见，你摆在这里会变成困扰，所以就先让他先离开职务。那我今天早上也有跟那个。黄珊珊副市长说，我们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嘛，那再去还是要照流程走嘛。但是你这个有时候流程还要，虽然理论上1个月的，按说拖1个月摆在那里，那不如就干脆先让他请辞嘛。郭文哲赶紧予刘家仁辞职，敢是因为选举愈来愈晚。市议员简书培讲，郭文哲伫第一个时间处理这件代志，认定是工课的问题，无性别意识，伫网络引发未少批评。佮透露讲，有可能是市府内底的人互相力达的结果。我们知道，就是刘家仁其实是所谓的蔡壁如派的，刘顾问的能力好像有所不及，所以常常把他的工作变成别人在做，所以让大家心生不满然后才会借由这个学姐这个骚扰学姐的事情，然后把它爆出来。简书培批评刘家仁的行为必须要检讨，郭文哲赶紧处理的做法，对市情来讲是好代志。虽然刘家仁已经辞职，不过调查也是要继续。郭文哲强调，若是案件有争议，佮爱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即马伫结果出来进前，佮唔通乌白药。记者郭灿的朋友做台北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南投澳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日前发生查甫囡仔对吊桥爬落去摔死的意外。南投地检署在今日透早也进行调查，家属也配回讲，因无互囡仔车证拍走。不过，这阵意外也互咱来思考吊桥的安全性。
简座现在上去阿万大吗？南投地检署针对阿万达国家森林游乐区发生查某囡仔不幸坠桥身亡，7时早起去现场勘查，对外团爸母放任囡仔伫桥顶走，甚至想要诈领保险金，爸爸情绪激动，严正否认指控。我是带着我大儿子走在前面，然后我太太拉着小儿子走在后面，从头到尾并没有把他手放开。那是因为后来摇晃，然后手就真的滑掉，而且就这么刚好就那边一个洞。这些酸民麻烦一下。我们已经很难过了，很痛苦了，不要再落井下石。家属希望遗憾代志莫阁发生，真相应水路就出，相关单位检修缺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保证，会要求林务局针对全台12个国家森林游乐区进行全面安检。不只是奥万大的这个吊桥的问题封桥这个事情，是不是其他12处全面的我们来做安检，尤其针对小朋友这部分这样。谢谢委员的建议，完全同意。基础的设施的安全性一定要全部去盘点过。你那个空隙太大的话，那小孩子可能你要注意他的脚步啊。那如果空隙比较小，就是你主要你就是要把它抓紧就好了。高雄中都湿地公园游客表示，即马拢会特别注意吊桥状况。新北市管理局指出，目前负责管3座人行吊桥，安全考虑这3座吊桥拢用全面焊接设计，吊桥底部甲2边护栏拢无任何空隙。不过家长永远未放心，认为必须教囡仔提高警觉。感觉这样很安全的，因为它两边这样很高啊，这个比较高是还好了，如果是矮我就会顾一下，要看一下它。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每2个礼拜都有委托这个桥梁中心的专业人员去定期进行桥面的巡检。布鲁布沙的吊桥有大约5公尺的防护网呢，会破坏掉。在高雄布鲁布沙吊桥一段5公尺长的防护网竟然被破坏，人无注意可能会落落去。区公所决定封桥做补强工作。高雄市茂林区也主动安检协区来吊桥，防止奥万大吊桥事件搁发生。各县市一桥进行检修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日前伫咧垦丁举办的无动力遥控飞行机国际公开赛，有一台遥控飞行机失去控制跌落来，却害死一名查某观光客，引起大家讨论。目前交通部观光局所管的风景区，拢是爱申请才会当使用无人机，未来也会甲禁止使用无人机的区域保护地方政府进行列管。摕翕相机出来，真欢喜，甲厝里的人翕相做纪念。这是家人的和平岛公园，真特别的地形景观，还佫有真水海景。平日到休困日，拢会请真侪游客来遮。毋过因为进前屏东垦丁龙坡公园举办无动力遥控滑翔机国际公开赛时阵，一只飞行机失去控制，落落来，甲附近伫看风景的查某游客牵死，引起各界关心。至少应该要像那个汽车、机车驾照一样，有一个证照之类的吧？考上证照人才能用吧？我觉得无人机是刚开始嘛，就是政府没有什么新的条例去管控它，可是之后可能还是要加强一下，是不是随便我花钱就买就可以就飞上天这样。目前由交通部观光局管理的各大风景区，大部分拢是用申请制来规范无人机的飞行范围，还佫有时间。根据北海岸还佫有观音山风管处的统计，目前区内上侪民众使用无人机的区域是野柳、和平岛，还佫有老梅。若是要伫即寡所在飞无人机，必须要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另外，北管处嘛早就伫咧今年1月7日，就已经提报观音山、野柳、和平岛等3个所在禁止飞行无人机的资讯，予地方政府来做列管。毋过，若是有公务的需求，或者是特殊的原因，拢会当提出申请。一个是游客安全，一个是我们怕破坏地景环境，因为是要经过申请登记的啊，没有申请就在飞的话，我们第一时间马上这个驱逐马上禁止它从事飞行。其实无人机新的管理制度会伫明年3月31开始，为着要提供予政府机关，还佫有省的人会当来查禁航区，还佫有合法会当操作的区域。民航局已经有来做无人机专台导资 App， 目前已经有19个县市提供部分的导资。另外，民航局嘛伫9月中来办第1场无人机学科术考考试，一直到10月14为止，通过率差不多是8成。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起经济，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谈判，可能会有好消息，连带影响到台股大起，收伫咧11556点，是29年来上界悬的。另外，台积电的股价也冲破300块，收伫咧307块。
不过有外国媒体报道讲，美国政府点名台积电，希望台湾政府会当管制台积电，卖出货予中国华为。台积电也出面来驳回讲，无收到这款的消息。台股开盘行悬走悬，中大期超过100点，最后收伫11556点，起157点，成交量1566亿，是19年新高纪录。美国跟中国最新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其实都是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好的。美国在11月第一个交易日就这个缴出了好成绩啊，4大指数都大涨，这大盘指数今天是又再创了29年以来的新高。受大型宽达股走悬股利，股价是红记记，前元大港台积电股价一开盘到302块，最后收伫307块，起2.68%，期待已经将近8条。不过最近传出美国政府希望台湾政府加强管制对中国科技输出，点名台积电因为华为制造晶片，希望进一步限制，防堵美国对华为出口管制禁令的缺口。没有这件事情，美国政府没有要求我们不可以出货给华为，台湾政府也没有要求我们不可以出货给华为。台美双方都会就共同关心的科技产业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也相信台积电跟华为的相关的合约都会符合这个美国政府的相关规范。不过最近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美中双方要伫11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达乐观，同时透露会伫短期内发出允准美国企业卖零组件予华为的出口许可。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囤房税拍算要重新来修订，这回是放伫咧建商囤房税的宽限期，按算将现有的3年缩短做1年，也就是讲，如果建商新起好的厝，伫咧第2年佫卖袂出去，相关会封扣3.6%房屋税。不过代销公司也表示讲，牛卡牛来吧，就算封扣税，建商最后也会算在消费者的身躯顶。不到1年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其实已经卖了6、7成了。伫台北市中山区新建案12层楼仔悬，总户数33户，每户平数64平，总价不俗，差不多7000到8000万。不过才卖4个月过，只剩10户。最近台北市房市转好，新建案买气呛滚。台北市财政局计划重新修订台北市房屋税征收自治条例，不过锁定对象是建商，囤房税宽限期为即马3年减为1年。其实以目前大概这些建案大概1年大概就可以卖了大概6成左右，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重新启动，就把那个3年缩短成1年。也就是讲，新建案卡数第1年也是卖不出去，会被扣囤房税上悬3.6%。卖新厝的时间压力变大，因为卖不出去，拢转为建商成本。不过代销公司表示，最后也是会转到卖价小顶悬。变成要迫使我们房子赶快销售出去，囤房税我们可能就会放在这个所谓成本之上。对建商来讲，它的成本是它一定会全部算进去嘛。我今天买房子，在它没有税率没有实施之前，我买是比较划算的。房仲业者表示，台北市府一直希望逼出空厝，不过要列出精准数量难度悬，一般锁定卖无了的新厝，对一般民众影响较小。建商可能会采取跟地主合建的方式，去降低它的一个成本压力。囤房的税负应该会造成建商他在行销跟推案的策略上的一些改变。建商囤房税宽限期修法，专家学者真肯定，因为台北市府至少下出第一步，就看台北市府是不是坚持立场甲政策。台北市财政局表示，按算11月底进行上期回审期，卡数通过上紧明年7月14。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真。伫日本封列做世界遗产的岐阜县合江川，下晡伫咧停车场发生叉车啊火灾意外。当地警察也表示讲，封小气的叉车啊毋是遗产建筑，也因为安尼，合江村暗时拢有点点的活动也来临时取消。日本 Okinawa 首里城发生火灾，城内有7栋建筑物受到损害。那霸市也举行传统的鸡头庆典，来祈祷首里城会当顺利重建。伫咧美国，也有 Okinawa 同乡会也发起募款加义卖活动，拢是要来替首里城的重建出钱出力。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顶个月下令美军爱对叙利亚来撤离，不过伊的态度伫咧10月底反起反倒，讲爱留一寡部队固守
照油残，又风声讲美军有派装甲车到附近，至少伫咧叙利亚东北部，又看到美军的车伫咧巡逻。插美国国旗的军队车，车衫出现伫叙利亚东北部城市卡米什利附近巡逻，佫看到美军人员甲叙利亚民主军 SDF 的军官咧讲话。另外，车至叙利亚北部传出汽车炸弹攻击，造成13个人死亡。土耳其政府甲库德族互相指控对方犯案。We want to bring our soldiers home, but we did leave soldiers because we're keeping the oil. I like oil. We're keeping the oil, and we're working with the Kurds. 美国总统川普顶个月初六做出对叙利亚退军的决定了后，受到美国国内外舆论的批评，讲美国反背库德族。10月20，佫出现戏剧性的转变。川普讲必须要保护石油，卖互 ISIS 移动夺走，宣布讲会有一部分的军队留伫叙利亚看守油田。佫有风声讲美军会派出装甲部队去当地驻守。就算川普要逐摆推文点以8%消灭伊斯兰国，但是美军中央指挥部指挥官麦肯锡表示，伊斯兰国是一个意识形态，袂因为首脑人物巴格达迪死亡都无去。美国福斯电视台10月底做的上新民调显示，73%的选民认为 ISIS 也未被打败，69%的选民认为美军无应该对叙利亚撤退。记者综合报道。北韩唔但对外展现家己的军事实力以外，也强调讲家己的主线工程真有才调。官方媒体表示讲，目前正在平壤所举办的国家资讯科学基点，有机器人、人面辨识等等，这个技术拢是家己开发的。不过，伫咧去年，就国际媒体报道讲，北韩的技术拢是共偷的。这个脚球比赛是北韩为了展示机器人科技的实力，也有3D 动画捕猎技术，将身体动态资讯录落来，输入电脑，这伫动画甲游戏常常看到。另外，也有人面辨识系统感应门对自动拍开。자력갱생 대지군의 한 사람같이 떨쳐나 끊임없는 기술과 미우를 창조해 나가고 있는 격동적인 시기에 전국 정보와 성과 전람회 2019를 진행하게 됩니다. 根据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新闻稿，这场一礼拜展览，展示拢是北韩上先进的资讯科技。英国广播公司 BBC 去年报道指出，观察北韩科技出色部落客马丁威廉斯，伊认为北韩伫尖端制造业的实力并不强。另外，总部伫日本的出色科技表示，北韩推出的防毒软体是为因公司偷来。韩国独立媒体 NK News 也捌报道，北韩的科技拢是无用的。北韩这几年常常举办科技规模方面的展览，故意表达出伫军武实力以外，科技领域也无输人。因为消息来源拢来自官方媒体，宣传意味真高。外界真歹确实掌握北韩的科技实力，值得关心的是北韩对资讯科技领域的企图心，好亲像愈来愈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美国在今仔日头摆联合举行大规模网络攻防演练，研究安怎要来回击来自北韩以及着中国的网络威胁。AIT 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郭立言也讲，因为有一寡人恶意透过网络来扰乱民主选举，保护选举是网络领域上界主要的挑战。行政院治安处也讲，本地逐个月公部门拢有3000万件的网络攻击，也因为大选特别到啊，网络攻击是愈来愈侪。台湾甲美国初时头一届联合举行为期5天的大规模网络攻防演练，研究要安怎回击来自北韩等等网络威胁，包括日本、澳洲差不多10个治安专家参与。AIT 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古立言就讲，保护民主体制，避免选举的完整性被破坏，是网络领域主要的挑战。Malign actors aim to hack into our election systems to undermine the results of elections. They spread disinformation to advance their political agenda, and they sow divisions in society in an attempt to make democratic societies ungovernable. AIT 要设台湾的国际网络安全对外中心，和台湾甲全印太区域的公司部门会当伫咧治安议题顶面合作。以往台湾的公部门，逐个月差不多会受到3000万件的网络攻击，伫咧世界各国被攻击的频率是排头前的。即马离2020大选只敢剩2个月，行政院治安处表示，最近被攻击的频率有增加的情形。部长，那分析之下，跟对岸有关的，是不是占了一半？分析之下有关的，每个月。其实像这一类的话，其实我们会说我们是逐步累积这些经验去判定。追的时候其实都不会
追到直接的国家，大家都会经过中间很多国家。这一种追溯其实是需要大家一起分享资讯的。提升此案除了防范实质上破坏系统，杜绝假新闻嘛是重点。中国媒体观察者网伫去年影风台侵袭日本的期间，被指控制造假新闻，引起真大的风波。落尾更发生咱前台办办事处处长苏启成上未开的悲剧。最近观察者面册专业各打中国官方对外宣传的新闻，以及反香港反送中的报道，包括面册以违反社群守则的理由暂时封锁。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总统大选特别到啊，国安局会在这个拜四成立维安小组，安维7号来保护总统参选人。其中最近上界流行的无人机也列作禁止出现的物件。内政部长徐国勇也强调讲，无人机有可能会对空中来攻击，也爱来提防。另外，若准有人向轻机能，因会当及时来处理。昆田公园发生无动力飞行机弄死游客意外，因为2010总统大选特别到，关系总统、副总统参选人维安的国安局安维7号特勤成军典礼切实举行，外界关心无人机可能加做维安漏洞。如果它变成是有意无意的，是介入总统选举的维安的问题的话，有没有包括在内？我们也有干扰器等等这一些，真的不行，那我们当然就会用相关的手段。这样好不好？是不是部长可以？如果要拍摄他的这个拍摄的这个就要跟我们联系。譬如说，你哪一个电视台或哪一个报社，你要这些，你要先跟我们做联系，联系以后，我们把频率各方面会做相关的处理。徐国勇强调，针对空中攻击，国安局甲警政署拢有被干扰清洁设备进行必要控制，操作范围差不多2公里。除非有登记过媒体无人机摄影机，若无竞选造势场合无允准无人机翕相，确实是干扰。另外，选前警政署内进行扫污维护治安，暗过太阳花学运台北市警局遭判国赔，引起打击警界士气讨论。徐国勇强调，警方绝对袂懈怠，不会影响警戒士气哈。我们警察同仁不会因为一个个案对治安就有所懈怠哈，所以我们警察同仁一定会尽全力维护我们整个社会的治安，包括这次总统的选举跟立委选举的整个维安工作。台北甲中华立委参选人拢有遭到选举恐吓威胁，甚至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也捌被两牵着。徐国勇强调，相关单位会加强维安，也提醒各县市警局加强参选人的安全维护。记者综合报道。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明仔载就要开始咯。国际棒垒球总会下晡4点伫咧台中举行国际记者会。台湾、日本、委内瑞拉、波多黎各4队的总教练拢做会出席，也讲到这回比赛有影是真硬斗。台湾会甲先对决波多黎各来对决，也请咱各位向台湾人来加油。4年一摆棒球盛事第1届世界12强棒球赛 B 组预赛初5开打，赛前国际记者会，4隊總教練攏表示其他3隊攏無好拍。どこも強いチームだと思いますので、一戦一戦勝てるようにやっていきます。Venezuela, Japan, China, Taipei, it's not easy, you know. 日本第2015 12強摕到銅牌，總教練杜孝島基講，這擺強項佇手臂，打擊士氣自動，向冠軍努力。委內瑞拉也以冠軍為目標。波多黎各甲中華隊是講，前頭2回總教練洪一中特別強調，今年中華隊特色就是佇向心力。希望他們放假的時候，他們還是會自動自發的到球場來自我練習，所以感覺到大家對這一次比賽的那一種重視。B 組預賽當時佇台中甲桃園拍，中華隊3場攏佇台中，前後遭遇波多黎各、委內瑞拉甲日本。首戰確定由魯美的江少慶先發對上波多黎各29歲右投弗蘭多·克魯。教練團講，要閣看進步研究，毋過毋管最後打算如何安排，反正球來就拍。記者綜合報道。今年7月，高雄市運動發展局長伫咧面冊公告講，美專兩隊會伫咧高雄丁正湖棒球場選做主場。不過下晡，美專兩隊卻出現伫咧新竹市政府，雙方確定要來簽約。面對議員的質疑，高雄市文化局長也講，甲新竹簽約無代表講唔甲高雄簽約。事實上，今天他要跟新竹市簽約啊，他現在並不表示他不跟我們簽約啊。哦，所以你說是還有伏筆，就對了。對。所以他會雙主場嘛，哈？你的意思是這樣嗎？他不夠專情。
美专良口新德市选做市立棒球场委外经营案上优的申请人，也等于是讲美专良队的主场会伫咧新德市。对这个代志，高雄市议员质询文化局是安怎结果会变安尼？甲今年7月份，文化局真有信心的讲，定青湖棒球场会当变做美专良的主场，算是无共的结果。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我们高雄市还是热情的欢迎有要来高雄这边本地作为他培训训练驻扎的重要城市，所以味全龙我们非常的欢迎。其实，搁较早进前伫咧今年1月初，市长韩国瑜接受访问的时阵，就捌讲到美专良来高雄的代志。一直到文化局发布消息去互球团否认的时阵，韩国瑜想要争取的态度也是无改变。文化局驳回美专良同款是伫顶5月初送来英文客话书等等单台信息，甲新的插入无一定是放弃高雄。味全龙已经定调采取多主场经营，在新竹市立棒球场落成之前，味全龙团队仍然持续争取北高2地作为主场。美专良的经营团队表示，球队即摆要定做多主场来经营，虽然甲新德市政府来签约，嘛无放弃台北高雄。若是两个球队的状况，会等待时机准备好啊，这个对外通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火力发电厂放流水内面瓶超过标准值，互台中市环保局罚6000万。事实上，放流水早在民国76年就对瓶的排放标准做一个检查，在民国106年也针对一般排放搁再来放宽。不过，9年以来，地方的环保局拢无特别去检验，才会造成这款的问题。台中火力电厂因为放流水瓶超过标准，被当罚6000万。其实一开始，台中市环保局是锁定硝酸盐氮，但是超标并无明显。虽然怀疑瓶有可能超标了更加严重，只是用传统的黄姜比释法，却受到其他物质的干扰，无法度检测出来。最后开重金买 ICP 离子牛核电厂仪器，检验出瓶上悬超标28倍，数据讲话嘛，互台电无得正。那这个仪器的费用就非常贵了，几百万的仪器。那我们实验室同仁用一段时间去把这个方法把它开发出来，那所以也确定我们可以有能力对硼做检测。台电国表示，因为新标准公布了后，业者改善需要时间，但是实际上早伫民国76年就有发电厂瓶的放流水管制标准，迄当阵限台实质。这几年阁调整放0到5，但是发电厂的放流水标准总共28项，受限的资源，甚至讲检验技术，几年来并不是所有项目拢会逐项检验，所以必须要锁定特定的污染物。产业到底会有什么污染物？我想都可以从制成它用的原物料来发现嘛。那我想这样子的话，我们去检验看有没有符合标准，我想这比较实际，命中率比较高啦。我们还是台湾第一个验出来的，台中市开了第一枪，我相信其他环保局也会跟进。中火这届被冻发，是国内发电厂头一届因为放流水瓶超过标准，互冻发。台电测试再次说明，1803年就已经规划提升废水处理能力，并不是无咧管法规。但是5年后现况嘛是违规，只好宣布现阶段无要外排，按算新废水场伫年底启用，会当互放流水达到标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铁基路去年10月做地下化通车了后，也因为食柴油的列车经过拢会有歹味，影响到高雄甲凤山火车头，因个柜台 PM2.5向向来称悬。有研究团队凊彩找2工去监测，发现讲食柴油列车进站的时阵 ，PM2.5会向向冲到标准值的10倍外，而且民众要注意。这是高雄市火车头的月台，边有柴油列车经过，空气当中拢会有柴油味。最近有中山大学老师带团队去检测，发现讲伫9月初4、9月初7这2天，但是柴油列车入站，空气当中的 PM2.5的高度就超过600微克，高雄站搁捌测到611微克，是超过标准值的10几倍。当柴油车进站的时候，它会瞬间飙到好几百个微克每立方公尺。那对于人体的呼吸道一定是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特别是柴油车所排放出来的。其实你平常看高雄市的空气污染是蛮严重的，然后你又在这个密闭的环境下，那又就是大家的空气又在这里，其实对我们人体是真的是有害的。
不离个代替认为这项结果甲因所掌握的数字是差伤济，代替嘛承认讲采油列车一站确实会互两站的空气变歹。不过最近检测的结果，敢若凤山站的高度超过标准35米克，高雄站拢是伫咧标准以内。车子进来到隧道区，它会把外面的这个粉尘也会带进来。那如果说外面的空气不是很优的时候，又把这个带进来隧道哈，就会变成造成我们这边的数值就超过这个标准值。柴油车的那个烟雾会造成鼻子会比较阻塞一点这样子，然后也不是很好闻这样子。代替表示，高雄凤山站拢有加强通风，而且拢有随时点换这个空气滤网，还有分防护级数较悬的喙烟，互员工使用，保护因的健康。不过想要完全改善，可能嘛是爱单单回铁路电气化，专门员工了后才有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国泰病院日前有一位患者，常常伫咧头晕目暗，医生找透透检查拢查袂出来。后来发现讲是心脏出问题，伊是治着破心酸。医生也提醒讲，停经了的女性，也有三悬爱食薰的，拢容易治着破心酸。若无赶紧来治疗，恐惊会心脏中风，加雄死去危险。头晕真有可能是得到破心酸。一个70多岁的单老太太，2年前开始有头晕的症头，伊捌去看过耳鼻喉科、神经内科的检查，不过拢找袂出原因，症头嘛无改善。后来检查心脏，则发现这边冠状动脉小压，下壁欠酸素，较真是破心酸。假设这个血流狭窄了以后，就造成他心跳变慢。那心跳变慢了以后，就好像我们突然的心跳变慢。那突然会头晕一样，就是血打不到这个脑部里面，它会造成他头晕。医师表示，破心酸算是冠状动脉疾病，若是冠状动脉硬化变压，也是塌掉的时阵，会造成心脏的血流不顺。有8成的患者会出现胸腔杂杂、胸腔痛的症头，有1成的腹肚痛，敢若5%的人会出现头壳晕，甚至是无任何症头。医师估计，这个查某人因为停经了后欠荷尔蒙来保护心血管，而且佫无甲三管控制好，才会出现非典型的头壳晕的症头。若无及时治疗，可能会发生心脏中风，甚至是雄死去。冠状动脉血流狭窄有关系，因为它阻塞了，所以造成这个心肌梗塞。医师提醒，破心酸的高危险群包括40岁以上的查甫人、停经了的查某人、三悬的患者、有冠状动脉家族病史，还有长期结婚的人。尤其是最近天气反寒，血管较厚收缩，但是出现胸腔杂杂、胸腔痛，还是头壳戆，都要提高警觉，赶紧去病院做详细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即马积极咧培训流浪狗，会当正到会当共斗做事的狗，唔但真特殊，而且这款真有人性的做法也获得肯定。在今年已经摕到600多只狗找到膝头，目前各县市也开始伫咧合适，也来到台南市甲因交流。来到新化 KB 派出所外口，就当看到鸟鸟伫咧国门口口。唔那安尼，佫会对警察去附近的后园巡视。鸟鸟进前是流浪狗，伫2当前透过台南动保处训练媒合，找到适合的头路。对，我们就是可以协助我们那个各种那个巡逻、守护工作，还有那个校园的安全维护。除了鸟鸟这个个案，其实台南动保处新化动物之家内面，佫有真侪狗仔已经训练过，等待有缘人来认养。比如说坐下，等握手，这个都是基本的。这些动作，如果它会听话的话，它就是表示它会服从。台南市推动认养工作到6冬，今年佫首创成立猫小孩积分和就业辅导中心，强化动物之家狗仔的训练，并且媒合认养，积极帮狗仔找头路。目前已经推出玻璃市全和里社区服务狗等等，今年已经介绍600多只的工作犬，找到适合因的头路。对每一只狗量身去做训练，因为有些狗比较吵，它可能适合去顾果园、顾工厂，还有一些比较亲人的，我们会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推广到校园当校园犬，小朋友去跟这只狗狗接触，那他们会了解说怎么去正确的跟狗狗做接触往来，那避免它是对狗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未来动保处嘛计划要将狗仔媒合去后园内面，互认养的面向变较快。动保处讲，实施狗仔和猫咪绝育暂时安踏，互流浪狗被抓到了后，不再只有入去动物之家收养这条唯一的路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有心拍照照鸟窗，有心开山耍双园。伫
咧屏东中地有一位30岁的少年农民林明谦，去年得到全国火龙果冰干比赛亚军。伊本地是一个做胖的师傅，伫咧10当前，因为伊的老爸过身，才回到故乡开始种火龙果，总算在去年得到全国亚军咯。 甲拄采收落来的火龙果切好开，有影水也个甜。这就是去年摕到全国红龙果评鉴大赛亚军的品种大红龙果，得到国际大奖的肯定。屏东当地乡农民林炳谦讲，其实赢这项比赛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会优胜取决于说你的田间管理。以前的栽种方式都是用除草剂，那让土壤光秃秃的，你的茎也会裸露在外面。 对，那当你下雨完之后又出太阳，你的根系就已经会受不了。对啊，所以我们现在都要用草生栽培来保护土壤，然后也保护我们的植株的根系。其实永俊林明谦是一个做胖的师傅，因为伊的爸爸雄过身，规大片的火龙果园全无人顾，伊就倒来庄脚开始转种火龙果，照顾要我2公顷的火龙果园。伊认真到农改场学习管理方式，佮摕到第4届优秀青年农夫。林明谦讲，伊用做胖的心情种火龙果，就是希望会使互人食会到安心。水果就是大颗，然后圆又好吃。 那要让它大颗，不是只有靠肥料，你要靠疏花。那我们一棵果树1年只有留5颗而已，我们在这一颗果实还没有采收之前，没有再留下一颗花。对，那靠留少来顾我们的品质，让我们品质很稳定。 以草生栽培的方式分区管理，林明谦用心坚持，头摆比全国赛就摕到亚军，伊要继续守护这片爸爸留落来的果园。记者综合报道。由前民进党主席林奇雄创立的人民做主志工团，一直咧推动各种民主运动，也几落摆利用酷刑的方式，要甲台湾人民的自主意识来救护精神。 正伫咧云林有一场条条民主路，人民做主的影像展，希望透过展览，让民众去感受到因对民主的坚持甲重视。穿白衫、伫街里啊，行伫咧街仔路，这个画面乡亲伫咧新闻或者是街仔顶，拢有可能捌看过。这也是台湾独一无二特别的风景。由前民进党主席林奇雄创立的人民做主志工团，2014年成立人民做主基金会，继续推动伫咧全台湾各地头酷刑、分摊啊，举办座谈会、演讲会等等的活动，甲台湾人民的主人意识结合精神。 直接民主就是要落实咱的国家人民真正会在这国家主人，所以咱即马现阶段的目标就是要修宪。咱希望宪法是会使互人民会个共同参与。透过大量的影像记录台湾走向民主的过程，人民做主志工团即阵伫咧后背云林记忆库举办影像展览，让民众透过相片感受民主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看到是当初留下来的历史的记录。 哦，我们才能看整个可以完整看到整个民主发展的过程，所以这个记录是同理心的投射啦。展览为11月初到11月24，透过影像也有讲座，促成民众交流，也有对话的机会，也了解前辈拍拼争取而来的民主，也希望后代会使继续守护这片土地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新竹有一间台湾上界大间的玻璃的回收厂——春地玻璃，一年会当回收全台湾10万吨的玻璃。这款循环经济也结合老师傅的技艺，以及着设计师的创作，咱也做伙来看。 2017年，吴定安创立 W 春地计划，运用100%会当回收的玻璃，甲各界合作，将循环概念、老师傅的技艺、设计师的创作串联起来。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段去英国那个时阵呢，我有一些新的体悟。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个国家强不强盛，其实不只是跟他的赚的钱有关系，或者是他的 硬实力有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文化。在1940年中日战争开始拍，造成米露产量减少。当初专卖局将林米露的杯仔寸尺特别设计，全世界只有台湾的米露杯仔这么细，这就是吴定安想要传达的文化甲历史。像阮伫啉秘鲁的时阵，有迄个就
就水迄个杯啊，就水，迄个杯啊呢，其实是日据时代日本人那时候因为酒不够，就把这个我们啤酒杯缩小，所以你去世界各地去看迄个秘鲁的杯子吼。都就大的。另外，伫2017年 W 春地计划参加文博会展览，用互动展览，互大家了解回收是啥物。阮做一个海洋，但是这海洋呢是用回收的玻璃去做的。阮用这个合作的方式，一般人一来这个文博会，用伊的脚底，用伊的身躯，就去感觉阮回收玻璃安尼。物仔是安怎去做出来的？用互动展览，互大家了解回收的重要性，用回收玻璃做出属于台湾的文化特色。未来吴定安嘛希望继续甲各界合作，连接回收者、消费者、设计师，用设计替废弃玻璃找到一个永续发展的循环。记者杨淑晴、林凤明采访报道。伫咧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阵雨。伫咧东部、东南部以及着中部山区有的所在也会落阵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0度到26度。中部地区为21度到29度，南部地区为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为21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19度到26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英国看上生的鸟禽，也感谢恁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